根据农粮署的资料，10月中高丽菜出载价中有679万株，出现超前的状况，所以恐惊到1月底的时要收成高丽菜继续会崩盘。另外，主计总处伫有公布今年10月份物价指数的年增率是1.69%，物价起的状况即马已经较转好啊，也毋过因为风台拄过，菜价也是继续较悬。 产地全拢是大粒青翠的高丽菜，菜农请工人甲大型车辆准备采收，刷落来要继续保证有栽。又毋过根据农粮署有经自信，10月中旬高丽菜出苗量达到679万丛，呈现超前的紫色订户，也比往3年同期增加15%到10月下旬也是红色订户。农粮署有警高丽菜可能因为超前继续会落。它生长期大概在2-3个月后嘛，那现在我们也是预估，就是说在2-3个月之后，这些种在田里面的这些高丽菜可能有一些盛产的情况。农粮署表示，10月下旬种的有固定每年1月采收，那在1月佫继续种，会拄到春节休期造成高丽菜伤过春。也毋过实景并无强制力，只会当由农民家己决定，这也互高丽菜农真烦恼。 就惊种短期作物的农民也得种高丽菜，造成每年一季机会产量伤过济。因为我们排程已经要种了，就也没有办法说就超种就不种，因为我们农地也都是承租的不种的话租金一样要缴。 农民表示，即马初秋高丽菜产地价每公斤大约30，要毋过明年采收的时继续都会差真济。行政总处也公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1.69%，显示通膨情势降温。要毋过菜价有因为风台淡薄起，会高一点，但是也是跟前几个在1.7、1.8这样子差不多，不会说突然就往上跳，还没有看到那个迹象。那当然 CPI 整体 CPI 涨幅可能会稍微 扩大多一点点，主要是因为再加上那个天候的影响。主计总处表示，消费者物价指数比9月降0.13个百分点，若是连续2个月降到2%以下，搁较创3年7个月的上价纪录。也毋过，食外口的费用甲税厝的钱继续起，显示食外口的人甲税厝的人压力也是真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